美国职篮 NBA 多伦多暴龙今天浪费2位数领先，让奥克拉荷马雷霆将比赛逼近延长，但雷霆手感急动，暴龙则及时回稳，最终以123-114胜出，拿下2连胜。暴龙今天开赛就一路领先，打完3节也还以92-78领先14分，第4节剩下1分多钟时，暴龙还以110-102占有优势。但乔治 Paul George 连2记3分球，为斯布鲁克 Russell Westbrook 的跳投得手，让雷霆在第4节打出单节32-18的猛烈攻势，使两队以110-110战成平手，也让比赛进入延长。第4节进攻火力凶猛的雷霆，在延长赛手感却急动，让暴龙打出9-0开局奠定胜机，最终暴龙在惊涛骇浪中以123-114客场击败雷霆。暴龙的西亚看 Pascal Siakam 今天有33分、13篮板的双10成绩，在延长赛拿下5分的雷纳德 Kawhi Leonard 今天也有22分、10篮板的双10演出，范弗利特 Fred VanVleet 葛林 Danny Green 贾索 Marc Gasol 分别进账23分、17分、10分。林书豪今天2次在3分线外出手都落空，整场比赛5投2中拿下6分，另有1篮板、1抄截。雷霆方面，魏斯布鲁克今天轰下全场最高42分，另有11篮板、6助攻。乔治砍进19分，施洛德 Dennis Schroeder 则为球队挹注12分。